这高铁今日来变贵，今年费率是决定讲甲旧年同款，也旧年这个费率是有起，不过票钱无得咧起。即马讲要甲旧年同款，也就是讲今年保留230块起价空间。那调整落台北到高雄一张票就会起到1720块。好，代替高铁这边是讲着爱评估，到董事会来决定。 交通部依照甲台湾高铁合约，逐年拢会以台湾区消费者物价总指数的变动幅度检讨高铁基本费率。因为高铁去年无起票价，以台北到高雄票价来讲，有230块的调整空间。 工作非常出差的情况下，其实长久下来，这个价格心里还是会有一点介意。如果调整的话，可以让搭乘人少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也不错。 2024年高铁基本费率是每人每公里4.551块，来做照公设加成每人每公里5.061块。以台北到高雄差不多340公里来算，等于北高票价差不多1720，会比即马贵230起15%。高铁费用注定基本费率甲票价是毋是调整，由经济部门依照合约相关规定，综合考虑营运成本甲社会经济情势，评估了后，报请董事会决定。为什么我个人偏向现阶段不急着再涨？因为高铁是一个算是低碳的运输工具啦。那我们应该是乐见说，很多人喜欢用大众运输。 除了高铁票价可能调整，31年无起的水价听讲也要调整，因为台水公司即马每卖一度水了2.45块，去年税后了39.49亿。 预定今年可能会阁了59.34亿。台水公司30亿会甲水价检讨报告送经济部，无要评论水价调整的方向。 水价长期确实是这个偏低啦。其实我们该做的一些相关的改善工程，其实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步骤来持续的来做。水费的调整，它对我们的这个 CPI 的，就是真正的这个影响，可能不会太大。学者预测，水价总共调悬，对物价冲击会比起电价较细。啊，不过万一水价调悬，是毋是会转互使用者、消费者拢会真关心？记者综合报道。